继续带您客庄小旅行，要造访的还是高雄美浓，因为美浓除了有文化气息，还有丰富的生态美景。以黄蝶翠谷来说，每年5到9月可以看到满坑满谷的黄蝶飞舞，漫步在双溪公园，还更是来了一趟生态教室之旅。美浓的黄蝶翠谷涓涓溪流，虫鸣鸟叫，最美的是黄蝶翩翩起舞。有这么多黄蝶，全是因为日治时代种植的铁刀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铁刀木。那铁刀木呢？这个是我们黄蝶的幼虫最喜欢吃的食草。广植铁刀木，所以曾经有5000万只的黄蝶漫天飞舞。现在盛况不再，为了唤起大家重视生态，当地人用传统客家仪式祭蝶，举办黄蝶祭，邀请游客跟自然共处。生态丰富的还有双溪公园，绿意盎然的园区有7公顷，光是植物有近100种，但只有20几种是全台仅有。不过，当地民众积极保育，让它变成一座难得的自然生态教室。像你看呢，我们说，如果从民国24年种植到现在，也不过是80年的光景。但是每一棵树都长得非常的高大，可以欣赏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热带树种的一种特性淳朴的客家小镇也很有文化气息。走一趟中里河纪念馆，可以跟着现代文学之父一起见证台湾的历史。钟理和创作了《雨夜花》《立山农场》等经典著作，忠实呈现当时的台湾。他的手稿、他的文物，还包含他看过的一些书籍等等之类的。那包含了他一生作品的一些陈列，还有他这个一生当中呢，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不同的人事时地物。年轻时的钟理和爱上中台妹，同姓联姻是大忌，不见容于当时的客家社会。但他贫病交迫，生活困顿，依旧执着爱情，钟情创作。精彩的一生还被电影《原乡人》搬上大荧幕。钟理和他晚年的那些书斋就从书斋的陈列就重新做一个整理那这个就是他常用的书桌藤椅。对钟理和来说，美浓是家乡，也是滋养他写作能量的净土。到美浓旅行，可以有大自然的洗礼，也能沉淀心灵。像一袭黄色的丝绢覆盖客庄的一页，直至读到美浓的篇章，才发现耳边趁着雨夜花，浪漫不远，爱在感动时刻。